Hello，大家好，我係希神。唔知咁多位老師有冇試過，為咗準備一份比較貼近時事嘅功課題目，首先要去揾新聞，又要將新聞嘅內容融合翻喺教學嘅內容上邊，咁樣整下，個幾兩個鐘可能好快就冇咗啦。而其實各位老師可以用 AI 去到解決呢個問題。先同大家睇下 AI 最後做出嚟嘅成果係點樣。就好似呢一個中四級嘅經濟科嘅課堂練習，我就係叫 AI 融入翻最近香港嘅時事，而 AI 佢就自己揾咗最近4月嘅全港戲院日劃一票價30蚊呢個例子，配合埋經濟科嘅內容，佢就幫我哋生成出相關嘅題目，好似有 MC 又或者係短答題或者係長題。而除咗題目之外，亦都有評分參考同埋參考嘅答案 ，AI 亦都會一個評級咁樣俾晒我哋。而除咗針對啱啱方科經濟科嘅題目之外，我亦都叫 AI 幫我試下呢次嘅學生轉做針對中六嘅學生，然之後科目變咗做中文嘅寫作卷。咁 AI 亦都會針對翻時事嘅內容，然之後配合埋寫作，針對翻中六 DSE 嘅標準，佢哋幫我重新設計出相關嘅題目出嚟。咁呢個新聞嘅背景就係針對翻政府會喺2027年針對網約車平台規管，而相關嘅題目就係探討一下新興嘅產業同埋傳統嘅產業秩序呢兩方面嘅衝突。咁同啱啱經濟科嘅一樣，除咗有題目之外，亦都有評分嘅參考同埋一啲參考嘅答案。咁佢亦都會有一啲寫作嘅大綱，譬如係5星或者5級嘅佳作嘅範本俾到老師參考。咁到底呢一啲嘅題目，無論係中文嘅寫作題目，又或者係啱啱經濟嘅題目，要點樣令 AI 可以幫我哋做到出嚟呢？其實過程非常簡單，我哋只需要寫好一個提示詞出嚟，直接俾 AI 就可以做到啦。咁大家依家見到嘅呢個提示詞可能會覺得，哇，咁長咁複雜嘅，我要寫點樣寫到出嚟啊？其實大家唔使緊張，因為呢一個提示詞都係叫 AI 幫我哋寫出嚟嘅。我就咁同 AI 講，我需要中文針對中六嘅寫作議論文嘅題目 ，AI 佢就會幫我哋諗一個詳細嘅 prompt 即係提示詞出嚟。我哋只需要複製，然之後貼上，等一等之後 AI 就會幫我哋做出一個結合咗時事新聞，再結合埋教學內容嘅相關嘅題目同埋評分指引俾我哋。而跟住落嚟，我就會一步一步咁樣教大家，由零開始，就算你係完全唔識用 AI， 唔識點樣去到用 Gemini 都好，都冇問題。只需要跟隨住我接落嚟同大家講嘅步驟，一步一步去到做，你都可以好輕鬆咁樣做到啱啱示範俾大家睇嘅結合時事嘅題目出嚟。首先第一步就係講解一下我哋會用到嘅 AI 工具，佢咧就係 Google 嘅 Gemini。咁我哋只需要直接喺 Google 嘅搜尋頁面嗰度打 Gemini， 又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喺影片說明欄嗰度都可以揾到 Gemini 條 link。而當大家入咗 Gemini 嘅官網之後啦，首先第一步就係註冊一個新嘅 account 啦。不過我相信好多香港嘅老師，你哋都應該有 Google 俾你哋嘅教育版嘅帳號嘅。我哋亦都可以直接用 Google 教育版嘅帳號，就可以喺 Gemini 上面操作㗎啦。但係如果你自己已經有訂閱到 Gemini Pro 或者以上嘅計劃嘅話，就會建議你哋用 Pro 嘅計劃，會好過用教育版嘅計劃。當大家登入咗 Gemini 之後咧，大家就可以喺依家睇緊嘅呢條影片嘅下邊影片說明欄嗰度揾到呢一個出題時幫手嘅 link 啦，我就會貼咗喺影片說明欄嗰度，大家只要直接 click 嗰條 link 就可以嚟到大家睇緊嘅呢個頁面㗎啦。咁呢個頁面咧喺 Gemini 上邊咧就係叫做一個 Gem 嘅功能。如果大家唔知道咩係 Gem 嘅話咧，咁我亦都好簡單咁樣去到解釋一下。你可以針對某一個特定嘅範疇去到訓練佢，然之後佢之後每一次做嘅嘢就會幫你解決翻呢個特定嘅問題。咁今次我訓練嘅呢個 Gem 咧就係幫大家去到配合香港嘅時事，生成翻相關嘅題目俾大家嘅。咁大家嚟到呢個頁面之後要點樣用呢？其實步驟非常簡單。一開始如果唔知道要做咩嘅話，可以簡單咁樣同佢say個 hi 先，跟住然之後佢咧就會同翻你講，佢係香港教師出題嘅助手，佢會自我介紹一下到底佢可以幫你做到啲乜嘢。咁我哋要做嘅事亦都非常簡單，只需要回應翻佢相關嘅問題就可以啦。例如第一題，你係想針對邊個科目去到出題目呢？咁我今次就答佢，我係想出英文嘅題目嘅。之後我係教緊中五嘅學生，今次我要圍繞嘅一樣都係 writing 啦。跟住第四咧就係答翻佢，你想出幾多題？又或者係有冇偏向想出嘅題型，又或者係針對特定嘅課題嚟做，咁我就答翻佢，我係想出一條嘅題目，係針對翻論說文嘅題型嘅。然之後咧，我哋咧就可以喺下邊呢度見到一個 Flash 呢個咩意思咧？即係揀翻 Gemini 佢大語言模型，即係 LLM， 佢係用邊一個語言模型幫我哋思考。我哋咧可以揀翻3.5 Flash， 思考程度咧可以揀延長。咁我哋其實只需要好簡單答翻佢4條問題。之後輸出翻俾佢，等一等，呢一個 AI 就會自動咁樣幫我哋去到出題㗎啦。等咗大概30秒之後 ，AI 佢就會幫我哋寫好一個 prompt，就即係提示詞俾我哋，而我哋就可以喺黑色嘅呢個格仔
嘅右上角嗰度揾到呢個複製代碼，我哋直接 copy 佢。copy 咗佢之後咧，我哋就可以開個新嘅對話框。我哋可以喺左邊嗰度撳下呢個新對話。去到新對話之後咧，我哋就將啱啱複製嘅成段之前貼上然之後啦，咁我哋嘅思考嘅模型咧，一樣係維持翻 3.5 Flash， 之後思考程度係強嘅，之後就可以提交俾佢嘅。提交俾佢之後啦 ，AI 咧佢咧就會即刻幫我哋去到上網揾相關嘅資料，之後再幫我哋生成題目。而等咗分零鐘之後啦 ，AI 咧佢就會俾咗一個回覆俾我哋啦。首先咧，佢咧就會揾一個真實嘅新聞俾我哋，咁佢咧就揾咗一篇南華早報嘅新聞俾我哋。我亦都要求呢個 AI 佢生成回覆俾我哋嘅時候，係需要附上相關嘅 link 嘅，咁我哋就可以 check 一下，睇下去翻南華早報呢一邊係咪真係揾到呢一篇文章嘅。因為 AI 去幫我哋做嘢嘅時候咧 ，AI 幻覺又或者係虛構新聞作數據嘅情況，其實係幾嚴重下嘅，所以我就會要求 AI 佢去到揾新聞嘅時候咧，一定係要用真實嘅新聞，而且係要配上相關嘅 link 俾老師你哋去到檢查一下，到底 AI 佢喺呢度整合出嚟嘅內容，或者係佢用生成題嘅內容，係咪真係出自翻呢一篇新聞裏邊呢？所以 Step 1咧就係呢一個真實新聞嘅背景資料，而下邊咧就係有關呢個新聞嘅一個撮要啦。之後咧 AI 就會幫我哋設計一個寫作嘅題目出嚟啦。例如佢咧就係會喺 content 嗰度整合翻啱啱南華早報上邊見到嘅新聞內容。之後咧佢咧就會幫我哋諗出一個題目出嚟，就好似佢咧就會係一個學校編輯委員會嘅主席，之後要寫一篇議論文嘅。咁咧就需要佢寫一個立場喺學校嘅期刊上面。咁到底 AI 係應該要廣泛應用翻喺平時嘅日常學習上邊啦，定係應該要強烈入去禁止咧？就要寫翻400字，咁就會有3個 writing guide 咁樣俾埋我哋。下邊咧就係相關嘅跟指引啦，針對翻可能 content、language 同埋 organisation 呢3個結構上邊，而且會俾咗一篇參考嘅範文俾我哋。而最後呢一步咧就會係俾老師，就即係俾你哋核實嘅一個清單，就即係譬如當你收到呢一個 AI 嘅回覆之後，你要點樣檢查翻呢個 AI 俾你嘅嘢係啱定係唔啱呢？因為我哋需要確保翻呢個題目裏邊嘅資料嘅絕對正確性，我哋唔可以俾咗一啲假嘅內容俾學生佢哋做噶嘛。咁所以就需要直接 click 翻呢個南華早報網站嘅內容啦，去檢查一下啦。同埋咁多位老師亦都可以自己喺 Google 上面 search 翻下相關嘅內容，到底係咪真實存在嘅。咁呢個 AI 回覆嘅格式，無論係大家依家見到嘅英文題目，又或者係呢一個中4級嘅經濟科嘅題目，其實都係差唔多嘅。一開始佢都係會有一個新聞俾我哋，都係會一條真實相關嘅 link， 之後就係新聞嘅指導，下邊就係題目跟參考同參考嘅答案，最後就老師核實清單。就算係中文嘅題目都係一樣嘅。不過其實有陣時候 AI 都係會出錯嘅，好似我哋依家見到嘅呢個針對翻中文科嘅呢一個新聞嘅內容，我哋係 click 唔到呢條 link 嘅，唔可以好似經濟科呢一度直接 click 呢一條 link 就可以去翻香港另一個網站，又或者係一個 click 呢條 link 就可以去翻早報嘅網站裏邊睇翻呢篇新聞。咁有陣時候 AI 佢可能會顯示 link 呢啲嘅情況都係會有，因為好似呢個情況咁樣，佢咧就將同一個網站俾咗2次俾我哋，咁我哋咧可能就需要自己手動複製翻呢個網站，之後貼上去翻相關明報新聞網度檢查翻呢篇文章嘅真實性啦。另外咧，雖然我已經俾咗個框架俾 AI，要求佢每一次都好似大家依家見到咁樣，有一個好清晰嘅脈絡、清晰嘅框架咁樣生成一啲相關我哋需要嘅回覆俾我哋，但係佢並唔係每一次都成功嘅。因為我哋用 Gemini 嘅時候 ，AI 背後嘅邏輯，佢唔係每一次都會100% 跟足我要求嘅框架去做嘢。譬如好似呢一個例子咁樣，我咧就好似啱啱咁樣複製翻一個 AI 俾我嘅提示詞，就即係 prompt 去到俾 Gemini 啦。不過呢個時候 AI 有可能會突然間同你講話，由於系統權限限制，佢係冇辦法直接調用 Google 搜尋嘅功能嘅。但係 Gemini 佢係可以用到 Google 搜尋嘅功能。佢就幫我哋上網揾資料，再幫我哋整合。所以呢個情況係 AI 喺度講緊大話，冇錯。AI 係會講大話呃我哋，又或者 AI 佢係會偷懶唔想去做某啲嘢嘅。處理方法好簡單嘅啫，就好似我咁，直接同佢講，你明明係可以上到網嘅。之後 AI 佢就會認錯啦，佢就會同翻你講，其實佢係有搜尋嘅功能㗎，佢啱啱只不過係一時生硬，習慣性俾咗一啲嘅客套話咁樣，就即係一啲辯解嘅藉口。
所以咧，我咧就將啱啱一模一樣嘅提示詞重新再俾多一次俾佢。咁佢今次咧就可以正常運作啦，佢就可以上網自己揾到呢一個全港戲院日2026嘅新聞，之後根據呢個新聞再去到幫我針對經濟科去到出翻相關嘅題。咁所以有陣時候 AI 佢都唔100% 會按照我訓練出嚟嘅嗰一個邏輯或者係模式去到工作，有陣時候佢都係會有少少錯誤出現嘅。不過係遇到錯誤嘅時候，我哋最簡單嘅處理方法就係重新做過一次咯。有陣時候你只要重新做過一次 ，AI 佢就會突然正常運作。大家睇到呢度，相信已經學識咗點樣去同呢個 AI 出題助手嘅 Gem 喺度傾偈，叫佢幫我哋生成出一個提示詞，就即係 prompt 出嚟，等我哋可以直接喺對話框上邊貼俾 Gemini， 之後佢就會幫我哋結合翻真實嘅新聞內容，之後再配合翻考試課題上邊嘅需求，去到做出一個貼近時事嘅題目俾我哋。但係有一點非常非常極之重要嘅就係 AI 做出嚟嘅所有嘢，尤其是係包括新聞嘅內容，又或者係數據，記得一定要自己重新再檢查。以上就係點樣用一啲入門嘅 AI 工具，好似 Gemini 就可以好簡單輕鬆咁樣做到一條貼近時事嘅功課內容出嚟。咁喺呢條影片上面提及到嘅 Gem 或者呢個 Gem 裏邊用到嘅提示詞，我都會免費咁樣分享俾大家。咁拎嘅方法亦都好簡單，只需要加入我嘅 AI 學習群組就可以啦。而加入嘅方法我就放咗喺影片說明欄度喺度，大家只要加入群組就可以直接拎到呢個 Gem，唔使由頭開始做起。如果大家覺得呢條影片幫到你嘅話，記得要 like 我呢條影片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我之後仲會分享更加多有關老師點樣去用 AI 提升教學效率，又或者係減輕行政工作嘅 AI 技巧俾大家。最後大家記得要加入我哋嘅學習群組，同埋分享呢條影片出去俾更加多人睇到。咁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